客家。哎，余伟，来一下，来一下。嘿，哎，你觉得这盏台灯怎么样？因为我想要买一盏这个实用又厚宽的台灯啊。哦，实用又好看。你想不用烫它很见毒呢？我放电读。哦，想放房间里面。因为我想要看书哦。哎，晚上那个光线不太够，我觉得这一盏应该还不错哦。嘿，莫想到你按打表。还这么忙，还这么会念书啊！我们中正高中毕业的，谁不用功啊？对不对？中正一级棒的是。你知不知道我都看什么书？看哪个书呢？我都在看客家文化的书啊，而且可以顺便学客家话。哦，莫想到应该按打表。可是这个天佛助威啊，天佛助威它的光线你喜欢吗？我就是喜欢这个天佛助威的光啊。哦，比较柔和，比较温馨一点。可是我比较喜欢你供电。因为你供电的它的光线呢比较亮又省电。说到那供电呐，我可以找一个比较有造型的那供电放在我们的烫下的这个天花板上面。哦，你想不用烫下哈？不用烫下又不用下多做个这样不下讲哦。对。我觉得这个演的不错哦。哦，你也来染的啊？你要不要考虑这个环状的花形灯罩呢？这个啊？算了，这个太华丽了呢。我还是选择那个演的，只要简单就好了。所以讲你有卖俩灯罩这个台灯跟这个染的日光灯出来嘞。你有找过准备两只天佛珠准备用吗？算了，电到白天以后啊再说了啦。我们去结账好了，好不好？好，走吧。等一下，我还要拿这一个呢。所以啊，你知道吗？唔讲客家话，你就买不到家具啦。走。烫下，见读，你供电，天佛助诶，染呢，做乜計？年年去供電，簡單出河，看馬來書呢？一講小菜樂，氣拍馬過年。